之后我们才开始正式的礼拜开始默祷。现在经过感谢这个新的礼拜，要在做礼拜之前，把圣灵充满了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更有力量，更有智慧，更有能力来完成好工。求主在这个礼拜当中，能够把我们都交托在主的手上，让会众，让我们一起工作，不能在主里的爱里面充满了喜悦，让更多的圣灵能够降临在所有的人的周遭，让今天的礼拜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特别对这个时间吼，咱各位最近天气愈来愈冷，但是总是袂怕长大时袂怕花，咱火热的心。咱到最近，比如说真紧急的代志，陈荣义在陈丽香姐妹哥哥，伫云林台大医院云林斗六分院，他开始整叶克膜心中前几日。我们觉得很着急。其实我几乎是整天都在祷告，一边工作一边在祷告。因为他的妈妈丽香一直抓着他妈妈说：“妈妈，我们要祷告。”可是他妈妈不相信。然后他妈妈心里当然很难过，他嘛是家己后生，那个躺在病床，然后上帝听我们的祷告，叶克膜已经拔掉，希望可以呼吸，但是很微弱。家己我都能完全的呼吸，到完全慢慢康复。而且他一个礼拜洗是3次，洗肾倒不是大问题，在台湾很发达，一个打3次。咱条件遐了化疗第一遍啊，现在咧评估第2遍。化疗是本来拢是非常艰苦，所有化疗拢会拉头毛啊，食饭食袂落，那个拉肚等等的。最近的药也比较好，但是我不否认比较贵，所以我们希望上帝听我们的祷告，能够化疗的次数有效果，而且减少，因为对家里来讲是一个很经济的负担。而且我们看曹信兄也一直有信心，信心的祷告上帝才听，而那种蒙祈祷看卖嘞蒙祈祷上帝不会听。所以我们现在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为了曹信兄，我们希望他的治疗非常的成功，上帝很快的让他完全康复。但是很喜欢来做礼拜的人，他反而是被阻挡会做礼拜的人，因为他怕感染到。但是他是很喜欢来。李香姐的哥哥陈荣义，他目前在斗六医院，目前在治疗，一个礼拜洗肾3次。最主要是自主的呼吸。那系统兄本来也是 cancer 他在化疗，这个吐血。然后他觉得很多东西很绝望，要回高雄。可是我看这个礼拜都来做礼拜，他说慢慢觉得康复，咱教会有很多弟兄啦，那义龙姐现在目前也在做治疗，咱的彩云姐那逐礼拜甲祈祷的时阵以前目睭拢袂起，这目睭今日过甲你验当时会甲你看讲你啥物人都爱甲我清理这。我们也很对这些受洗的人，我们先用默祷的方式一起来为他们祈祷。在那边这礼拜以前，咱交给上帝，圣灵叫伊祈祷，上帝确实请咱祈祷。
这是什么种祈祷做你确实灵命，我有信心的祈祷，做对你看顾。我来调起兄弟也去看弟，就是我知主，你通过医生这个手，虽智慧疼心，也使这医药非常有效。我治疗真紧地当结束，因为伊会调起你。我这阵我到一个户外见证，伫主你的面前，通服侍主你。主听照告出你相一个，伊的哥哥陈荣义兄弟，伊伫大婚礼到了婚礼中间，本来有阵夜课无尽发表啊，感谢主，总是呼吸呼吸伊悠然无顺畅。主求给你好，阮在当讲赶紧恢复伊的呼吸，互伊完全这个平安。伫这个必须这个心智，互伊妈妈真正看到主你的大能力。主你也办咱另外无这，因为伊的骨头手术非常的疼，主求你看顾伊，怜悯伊。主求你也办咱伫信仰遐的根源，伊会伫你的心中看出上帝的奇妙，互伊身躯伫着勇敢，一切伫着上帝平安喜乐。伊拢在治疗，主求你也继续看顾，为治疗非常成功。也办咱伫采用这一日比一较清醒，互阮体力祈祷时阵，上帝圣灵中间真正灵力伊，也办咱照顾伫千米这顶悬，伊带领说的几教会中间，做出去怜悯这个可怜的囝儿，也办咱照顾阮内底的真济兄弟姊妹，目睭白来上手术，身躯无爽快，心灵创伤。阮到底伫咧圣殿要虔诚敬拜，做出去我这烦恼拢都交到伫咧主手中，互阮心平安、心宁静、心喜乐，主你的稳定调三天。所有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祈。唱歌学落你，因为你的慈爱大到伫天，你的心事到中央。上帝啊，愿你关大搬过遮个天，愿你的阳光搬过全地。即时要请敬拜团带咱来呼罗上帝。大家平安。我们要用诗歌，我们要用信心的宣告来回应我们的神。第一首诗歌，回应他，我们要有信心的祷告，有信心的宣告，他能够战胜这个世界，来赢过这个世界。开口。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
改变我们。
是咱当时来念新的诫命来告别咱的信仰。咱坐下来念，你着真心真性真意敬属你的上帝。这个代志大的，你若是头一个，第二个三信手所，你着敬属你像家己。这条诫是传于我甲先知的总分头。我会死的诫命互你，就是你着三听，是像我捌听你，你也着安尼三听。你若三听，正人要对咱知影你是我的爱心。请坐。即是请大家三角来刻印，刻完第3篇，我来刻，你来印。耶和华阮的主啊，你的名绝对到向我。你将你的灵光摆设在天里，因为你的对德的话，对婴仔甲食人者的喙建立能力。若对德甲报阮的圣经，我看你的天，你的手所做的，甲你所开的月甲天，世间人是啥物？你少年伊。人者是啥物？你关乎伊。你互伊比天使利亚较输。而且是伊应当尊贵做源流。你设立伊管理你的手所做的，就是一切羊甲牛。山野的草，伫天的鸟。耶和华，阮的主啊，你的名是绝对到向我。即时，请大家三角来祈祷。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也是全能永远的上帝。感谢你的引带甲保护，咱经过一礼拜久的平安顺利，伫这新的主日，大家要做伙伫你的圣殿吟诗阿罗来感谢你。恳求圣神降临阮的中间，开阮的心门，互阮专心虔诚来敬拜。全能的上帝，求你怜悯阮，来脱离这罪的头绑。伫你的疼内面，咱有暗，无论阮生活中拄着忧伤、痛苦、流目屎的事，你拢会用你的话来安慰阮，互阮有力量，无惊吓。我要伫你的话记在咧我的心中，真侪生活中随时的帮助。教会中有身体欠安、行动不便、去病院的人，求主医治因，互因得到健康。有人厝外出国，求主赐因平安。为着教会长职甲事工来祈祷，求主赐互因有智慧甲力量来互主用。也为着本教会会使真侪有见证、恩典满满的活命教会，伫社区中来荣耀上帝。也为着世界诶各地的战争，甲台湾的未来，甲即摆政治的纷扰来台岛，也想赐阮的国家的执政者甲官员有够有能力来管理这个国家。即是愿主的圣灵临到阮的中间，互你的话会使透过蔡长老的喙，互听的甲讲的，拢会得到利益。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来求，阿门。即时要请放总团带咱来阿罗上帝。歌词印伫周报的头前啊吼，咱若是会晓，嘛是会使斗唱吼。
来承有圣经约翰福音第17篇19节到23节。我来读17篇19节。我为着因来做信，互因也对真理来做信。我毋若为着遮个人求，也为着因的话来信我的人来求，互因拢做一个，亲像爸，你点伫我，我点伫恁，互因也安尼点伫咱，就互世间信你找我。你所互我的灵光，我一定互因做一个，亲像咱会做一个。我点伫恁，你点伫我，互因会完全来做一个，互世间知你找我，也知你听因，亲像听我这样。以上，即时要请蔡长老来讲道，伊的题目是合而为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请跟隔壁的人讲，祝你平安喜乐。祝你平安喜乐。哎，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心，说平安喜乐。身边的好比，我们连续讲了几个礼拜，都一直在讲合一。我们一直强调合一的，是我们教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在去年的10月6号的时候已经讲生命合一的生命，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合一的生命，合一的生命。上个礼拜我们又讲合一的生命，用不同的角度。10月6号是用以弗所书，那么我们的上个礼拜所用的是腓立比书，但是今天我们约翰福音，耶稣自己讲的话，来我们再一次体验什么叫做合一，合而为一，是我们教会很重要的事情。教会的合一是上重要的代志。其他日因放中团，因咧用歌有合一无？有。有合一无？有。哎呀，你家己都唔介意。当咱开始动的时阵吼，蹦，吼，迄啥物声都有呢？啥物声都有，我真是买啊！听咧，咱教会一个特点。特别若到边迄阵拢上好，即马看起你去叫迄弄出来，佫无好啊。感谢主，这叫做合一。所以合一不是说我的耳朵听的你们全部一模一样的叫做合一，那个叫合一，那叫做样板。所以合一是我们的心里面，从心内，我们每一个人向着同样一个目标。向着天父实在爱我们，天父疼咱世间人，用这种方式，我们一直在一边打鼓的时候，我们心是合一的。阿门。总是很遗憾，每次他们敲完之后，掌声寥落。讲到声呢，有拍敢若无拍咧。恁敢会当较甘愿咧？真正用阳光归上帝，咱了解。我的师傅就是用荣光归上帝，有什么好害羞？有什么好不好意思？打一下，好像厌恶一下，不打也不行。真的是荣耀上帝，这是我们的宝贝。每个人都是我们的宝贝，你们也都是我们的宝贝，每个人都是我们的宝贝。昨天晚上我2点多睡，突然3点多就醒过来，我自己吓一跳，我说怎么这么早就醒过来？以前最起码睡3、4个小时，昨天睡1个多小时就醒过来，因为突然觉得最近怎么好像我们兄姐们有很多我很急迫希望帮他代祷的，所以我就昨天醒过来，特别帮这些兄姐代祷。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做礼拜之前，我们也特别为曹义兄、为让荣义兄、为我们的月儿姐、为我们所有敬爱的目前遭遇患难的这些兄弟姐妹们代祷。因为我心里是觉得说，赶快来礼拜祷告，因为在圣殿中的祷告，上帝必能垂听。阿门。我们有信心，在我们危难的时候会帮助我们。我们今天看到凤珠姐跟那个丽霞姐哈，你们等一下注意看他们，不要去摸到他们哈，看就好。屙尿，眼睛手术，所以屙尿，上帝一定让他们很快去复原。因为上帝是大能的，你们要确信，上帝会医治我们。所以耶稣祈求合一的祷告，
约翰福音17章有空，尤其到从21节到那个26节，我们一直很仔细，直到23节，我们很仔细的去看。比主导文是耶稣教我们的祷告，那个耶稣自己的祷告，你会觉得，昨天晚上特别晚上，你又起来把它读一遍，以后我心里上很痛，我觉得我很惭愧。耶稣告诉我们要合一耶，告诉我们要成圣，分别为圣，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要合一，我们有吗？那个合一的工作不是嘴巴讲说我跟你合一啊，这不我就跟你合一，我跟你心里相同，意志相同，合一的表现是那种真正从心里的关心，从心里面真的是关心。耶稣的合一告诉我们，在17章，如果你们从我们今天给你们的经文从19到23节，你会发现到说一直在讲，从16节到23节一直在讲了4次的合而为一，讲了7次的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我们圣子在圣父里面，那个信徒在圣子里面，我圣子、圣父、圣灵，我们大家是合而为一，讲了7次。耶稣是被卖之前讲的嘞，对11个门徒讲的，犹大那时候已经跑去卖耶稣。他讲的心是痛的，但是一方面又是再三的叮咛，一直跟你讲，你来合做一体啊！这样做一体不是讲真，你们的心思意念都一模一样，而是心思意念向着上帝，向着耶稣，跟着圣灵，从圣灵里面让我们合而为一啊！我们要想到他的。今天我们为这些弟兄姐妹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出于我们的心呢。我们真的很盼望。昨天晚上突然跟上帝祷告一件事情，我上帝你希望看到有一天我跟彩姐祷告的时候，他已经就是睁亮来说你是谁啊？我怎么不认识你？那时候我一定眼泪掉出来。你不认识我没关系，认识主耶稣基督就好。我相信达得到，上帝会听我们祷告。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的合一，就是用我们的心，让我们来做礼拜的人，每一个人都为别人用真的出自内心的关心的别人，那才就是真的合一耶。主祷文非常美的，我们可以用主祷文来祷告。但是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祷告完之后，去看这些学生，他知道他被出卖了。在出卖之前，他留下来主耶稣基督的祷告，有人称为大祭司的祷告，有人说是最美的一篇祷告，有人说是心最沉重的一篇祷告，有人说是最珍贵的一篇祷告。珍贵，可以看到没有？那个圣诞树里面有很多金银珠宝，有很多珠宝哦。你们不要偷了哈，有很多珠宝，它是一针一线。我想到慈母手中衣，游子身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一针一线。现在大概比较少的啦，大概比较少说妈妈帮你那个缝一件衣服。可是你会想到妈妈对你的爱，上帝对我们的爱也是一样，一针一线的在编织我们的爱，你要去体会。我们做子女的往往没办法体会到父母对我们的爱，那你怎么能够体会到上帝对我们的爱呢？有时候妈妈对你的爱都觉得理所当然，对不对？是不是理所当然？主灵妈妈对你的爱是理所当然嘛，对不对？妈妈本来就应该给你，只是零用钱给你少一点而已嘛，对不对？有时候你想想，妈妈对我们的爱。这不是理所当然，是上帝从上帝而来的爱，让妈妈对我们的爱也是这么的甜蜜。我们真的要慢慢的感受到上帝对我们的爱是非常的美。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还有给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父母可能也不在，但是别忘记，天父对我们的爱，从圣子借着圣子，让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圣灵住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今天教会赞美带领我们，圣灵充满着我们，让我们合而为一。以弗所书里面特别，我们今天等一下唱合而为一，特别强调是圣灵充满着我们，让我们合而为一。所以连续讲了7次
合而为一，合而为一。耶稣讲话都很简洁，可是耶稣你会发觉到最后要被钉十字架之前，被出卖之前，被受难之前，他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要合而为一，要合而为一，要合而为一。首先要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你才可能合而为一嘛。所以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先分别为圣，让他们也因为我们真理而成圣。什么叫分别为圣呢？在我们合而为一里面，就是能够成圣，能够分别为圣，分别罪性。你讲我靠我拼无可能，啊，若安尼较简单的好，啥物方法哦？娶某某，你甲我讲一个足简单的方法，啊，我直接就当求是上帝，安尼真对神，啊，我就当直去。成圣是个过程，也是个事实。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说，若你是新造的人，你就会成圣。你在新造的过程之中，你会觉得上帝的爱就在你身上。所以上帝说：“哇，你要为我的缘故，让他们有彼此会相爱，让他们在真理中成圣。成圣不是我自己比较伟大，以后都信靠我，这样你们就有启示录所讲的144000个人能够得救。你们信我的人，我可以给你排序，你是第1号、第2号、第3号、第4号。其实他们圣经的误解，我们都觉得很可怕。为他们的缘故，所以我们的先知不要考虑到别人的想法。所以上个礼拜叫我们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念别人的事情啊。唔通干那顾家己尔，我家己好就好。我做礼拜时，家己咧向上帝啊，我已经来替你做礼拜啦，替上帝做礼拜。我已经来替你做礼拜，你爱祝福我，互阮囝事业足顺利，婚姻足成功，互阮这个家庭拢对上帝稳定。上帝会不会祝福？会。但是上帝祝福是用他的旨意，用他的方法，而不是因为你强迫上帝这样做，上帝就会听你这样做，那他就不叫上帝了，你自己来代替上帝好了。但是相对的，上帝成圣是为每一个人呢。所以有人问我说：“哎，你们基督教很狭隘，上帝只会照顾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们信主的人，上帝不会照顾不信主的人。”我说下雨的话，不信主的人会不会淋到？现在信主的人淋到，不信主的人也会淋到吧？种田的时候，淋雨淋下去的时候，只有淋在信主的，今天丢了一刀，落雨，这个田落雨，啊，隔起来那个田无人落雨。现在我跟你保证，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因为上帝是照顾每一个人，但是上帝在我们世上这段时间。看我们谁得到救赎，谁是他的子女。所以上帝说，耶稣说什么？凡不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见得都能够进入天国。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昨天晚上我一直在思考说有什么方式，让到时候天国到的时候，我们众生教的会有全部到天国里面跟上帝一起审判。阿门。我们有这个信心的。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比较跟严长老在讲说，我一直觉得我到每天教会，那个教会都会有倍增，人会很多。可是到中间教会，我有点挫折感。那我也不否认，昨天我一直谢谢上帝。其实我在中间教会用的时间比各位长子、各位同工用的多少，花的时间多少，我每次看到你们都觉得很惭愧。你们每个人的侍奉比我都好很多，好的非常多的多。可是我感谢上帝，让我们在这里可以跟你们相处在一起。那么分别成圣是做什么？分别成圣说，原理行动上学习什么？分别成圣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样子。我在职场工作的，我在职场工作里面最怕的一件事情是自称基督徒，然后都排斥别人。我们基督徒被圣洁呀，你算什么？你做的事情都不符合上帝的旨意。我本来要问他说：“上帝有这样讲吗？你的事情不符合上帝旨意，上帝真的是这样讲吗？”我认识的上帝不是这样呢。最近我觉得一件事情很高兴，你知道我们的书记院长现在住在高雄医学院，一直讲说要出来，要赶快康复出来，可是一直没有康复。可是从去年这1年来，我所看到一件事情，我觉得最高兴的是，我们有好几个主管升迁，
大概我认识的都是主管比较多啦，因为平常人也很多，我也很忙，很少去接触。那很奇妙，那主管里面绝大部分是基督徒。所以我那天不然跟他开玩笑，因为前一阵子我遭受很多的攻击，啊，他是灵鹫山的，哈、他灵鹫，他的师傅是灵鹫山的，他告诉我，啊，你这一盖，技改听得懂没有？哎，这一盖，讲我去这一盖吼，我最近太阳常常去遇到有为无为吼，遇到一些真的不好的事情，你要去这一盖。我笑一笑，我是基督徒，啊，对对对，你是基督徒，我都忘记了。他们就那你要多祷告啊。最近很好玩，他选都基督徒哎，他都告诉我们，我就说哎，因为以前主管他会征询我了，就是我以前跟他讲说，主管是院长的权利，你不要问我是谁好谁坏。然后他自己就升了一些主管，然后人家告诉我，哎，大部分都是你们基督徒。我说为什么？哎，我发觉到基督徒哦，比较温柔呢，较温柔啦，较谦卑啦，啊做代志又做认真、做认真的啦，啊较会讲义啦。我突然觉得一个灵鹫山的虔诚的信徒说我们基督徒比较好，那就是你的好行为让世人看见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啊！多好的事情，阿门！赞美主啊！正如我每次看到他们的时候，每次看到那个主管，他也对我笑，我也对他笑。我曾经问一个主管，突然刚试的第一个主管就问他说：“你在哪个教会？”他就问我说：“哎，你知道我是基督徒吗？”我说：“我。”看你生猪肉，看你的笑，你就知道你是基督徒嘛。真的笑一笑，他说：“大家，因为你们当委员，大家都知道你是基督徒，我们大概比较，这个比较小的人都不知道。我们说建台没有分大小，我说那你就是基督徒，基督徒才会分说建台没有分大小啊，不是基督徒就觉得我比较大，其他人比较小，基督徒不会分的。所以你们国安局人在我眼中看起来跟我们张真国一模一样。”一样的大小，只会不同而已。所以相对的，什么叫分别为圣？分别为圣说，就是说我们看到每一个人，我们也是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呐。他说我们要跟他们融合在一起，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分别为圣，跟他们有不一样的举止。他们带你去花天酒地啊，带你去赌博啊，你就不要了。但相对的，互相做造就人的话。哎呦，你今天做的还不错，你今天这个公司在你的手上，真的很不错。让他的心上感觉完全所说的都是造就人的话，让他知道看得到，你们基督徒真的是很好跟你在一起做事情，而且你都是默默的，我没有做完的，你还是默默的帮我做完。所以我们真的要相信，事实是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以前有一句话现在我们都已经改掉了，以前他们叫世俗人，是基督徒啊，无是基督这个世俗人，听得懂没有？世俗人，就像以前我们都称三胞，要不要现在改成原住民？其实那是跟他在一起，再早以前都结婚其实我们有比人家高贵吗？所以为什么要改名？真的是。我们有比较高贵吗？改成原住民只是说，原来就住在这边的民族，我们到那个澳洲的时候，他们甚至澳洲、纽西兰都成为 First Nation， 他们甚至把它尊为他们是第一个民族。我们要尊重人家，他们真的是第一民族哎！你觉得我现在文化比他好，我赚的钱比他多，我什么都比他高尚？不见得。每个人在上帝的眼中都一样的可爱，一样的伟大，但是。因为有救赎，有审判，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是站在审判的这一边，而不是审判的那一边。到时候我们的肉体，灵魂会到上帝那里去，我们的死后睡着了，灵魂到上帝那里去。但是我们肉体还埋在地下，也许烧成骨灰，但是到时候都会恢复，成为不朽的肉体。我们要知道，每个人分离的时候，不管你在信仰、在侍奉、在生活各方面，我们不要骄傲，我们要完全的投入，因为这些都是很美好的事情。再来，要追求神这个过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信仰告白所讲的是什么？要彼此相爱。爱很容易讲嘛，就像许妈妈，你看到许爸爸来说许，有没有觉得那种？好棒啊！
就说哎不必讲我们家那只小猴子我当时就感觉足差的，每次我在准备道理，就要甲我坐到我的椅仔顶，那我打电脑他也要打，所以我一个字平常一下子就可以打一段，现在打一个字要打了老半天呢。有时候就阿嬷甲抓起然后他不下来，他就是要跟阿公在一起，因为我们那里有那个澳洲无尾熊的系统那所以主编到只要他在的时候，所以他阿嬷就会把他带到房间里面去跟他讲故事啊，一遍又一遍。讲完以后，他出来跟我讲说，他说阿嬷讲的好无聊说不要给阿嬷听不跟你讲。那阿公讲的更无聊。相对的，你看我们看到他，只要我们送他回去之后，回来我们在路上里面讲一句话，你这有够水不？他把你吵了一天之后，你所想的只是你脚勾追哦。上帝看我们也一样每个都很可爱。美丽姐，你的眼睛虽然化妆，现在好像一点点化成一点点的，也很可爱。上帝看你每个都很可爱。红珠在你戴墨镜也很可爱，对，两个也很可爱。那你我说跟他去龟山教会，他是龟山教会，他在那边，他很早以前就在那边当牧师所以龟山教会堂会东会先入去，你无说底下是先入的，所以讲伊跟着白讲，草地拢白请教我嘛，现在你去对教会就拢敬拜上帝，迄毋是甲上帝请教伊会带手来讲，伊已经去过教会，不然教会是伫个人来所以他好美的见证我觉得以前的老传道人怎么都这么可爱为了教会，他们真的是完全的付出。为什么？为了要合而为一没有彼此相爱就没有合而为一你们没有彼此相爱，让嘴巴讲合而为一，那就是嘴巴讲的。我为什么一直强调关怀据点，是我一个非常感动、很钦佩的一个据点。那你每一个人进来，我们都跟他合而为一。不是合而为一说，你看我是我们中正教会的会友你不是你是旁边的社区的我没有分来的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来的就是我们的贵宾，就像天然的宴席里面的贵宾。也就是说，可是他没有受洗，他没有信主，我们对他的待遇要稍微有点差别。拜托没有差别待遇，有差别待遇是在以后在审判上，上帝才会给我们有差别待遇。上天堂，下地狱，永生永活，永生永行，看你怎么去选择。所以这些我们合而为一的时候，我们在以弗所书，我们在10月6号，去年10月6号说，我们特别用这章经节。等一下我们合而为一也会讲到，也会唱到这章经节怎么讲？我们一起来好不好？凡事是的，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每个人真的这样，圣灵保守合而为一的心。你觉得耶稣的门徒，12个门徒，他们每一个人信仰都非常好吗？耶稣亲自教导应该信仰非常好，真的吗？讨救谁大徒弟彼得怎么样？人家怎么样我都不管，我一定誓死效忠。有吗？没有上次不认主的是大家都躲得闪得远远的，他很勇敢跟在耶稣的后面，就被认出来以后，他怎么样？耶稣所讲的，你要3次祭体之前，你3次不认我，给体以前你也3拜不认我。他有没有真的3次没有认主？有到祭体的时候，奇怪我怎么这个样子呢？然后你觉得他改变了没有？所以认罪悔改不简单认罪很容易，悔改不简单。他有没有哭？有没有悔改？那时候有可是之后他做什么事情？跟到比利亚一样。亚说这细体当时是因为旧约里面会是一个弥赛亚他们的观念里面弥赛亚推翻罗马的暴政，
所以弥赛亚来会把罗马的暴政推翻，所以耶稣是弥赛亚。哦，耶稣要做王啊，要做王呢。所以带两个小孩到耶稣面前，人家说哇，你若做王的时阵，你的时代人来高兴你的王国，来到你的王国到的时候，一个在你的右边，一个在你的左边，右边比较大哦，右丞相做丞相。天国没有丞相啊，你不要一直看啊，不会问到你耶。每个一样在上帝面前都是天使，这是非常的美丽。耶稣跟这里在争呢，争谁大？说耶稣到那个逾越节的时候，再次最后晚餐跟他们讲，你们中间谁要为首的、为大的，别做多爱人啦。你要做什么？爱服侍别人，爱做谁？我们每个人，你们是信徒，每个基督徒要服侍别人，要顾别人的事情，而不是单顾自己的事情。耶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不要只顾自己的事情，所以复活之后，他们本来还不是那么相信呢，最起码多马，那有可能啦。其他师兄都说耶稣已经显现呢，你哪有可能啦？若无我摸到那异象，了摸到他们被钉很手，我唔相信，结果耶稣显现。多马说，我相信啊，没关系，你来摸，我相信。我们为什么要看到才相信呢？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些才相信？所以耶稣在那边讲了一句话，我们一定要记住。你们没有看见来信我的人，比看见我，他们不止看见他，跟随他呢，在他身旁生活更有福了。我们所看到了以后，他们说你们要去马可罗祷告，等候圣灵降临40天。我们在一直拼命祷告，在那10天之中，他们拼命祷告，拼命祷告，拼命祷告，拼命祷告。他们求圣灵啊，求你来啊，圣灵，求你来充满我们。圣灵是神。耶稣走了保惠师来，会安慰着我们，会带领着我们，会给我们交通。圣灵降临，那天受洗了多少人？3000人。为了这个，我在信仰委员会，也在我们总会里面跟他们争。我们说，我们为什么长老不能受洗？长老人比较多嘛，专职的牧师也是，牧师专职的长老，牧师比较少，也是受洗。我们要等牧师，有时候等不到，有时候也就像杀死家。在家务病房，牧师根本不能进去呀。家属可能是长老，我们还可以长老进去比较容易，时间也比较多的长老，他们还讲了一大堆。可是外教派都是长老可以受洗的，甚至信徒也可以受洗。为什么？彼得，你想想，彼得有受洗3000人吗？你想也知道没有嘛。因为圣灵降临以后，只要认真悔改的人，信徒就自己慢慢受洗。所以张启明经常讲一句话，他在当兵的时候。他们的睡床铺，整排的人都被他受洗的。所以张启明那个语音书法觉得好高兴。得救是个过程，你要先受洗得救。所以我们说看到圣经里面有很多人就天国进了，你没有悔改，然后呢，有没有学道班？有没有什么受洗班？有没有？都没有。他们知道耶稣是救主，全部人跳入约旦河。受洗，可是使徒约翰说，那比我后面来的人，主耶稣基督会加上灵，用灵跟你们受洗。相对的，在受洗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大使命。耶稣替我们而死，我们循着耶稣的脚步。耶稣分我们那升天的时候，叫我们说要让万民来当我们的学生和万百姓。做咱的门徒，万百姓拢做咱信徒。世界，我昨天突然睡不着，我还一直在想说，我们的福音其实已经传到亚马逊了，世界各地的角落，南极、北极、格陵兰都有基督徒福音传播全世界，末日是不是快到了呢？我们有没有心理准备？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也许我走的时候都还没有到，但是
末日应该快到了。有一对老夫妻，太太突然摔倒，先跟各位讲，天气非常冷哦，太太洗澡要小心我们这种年纪绝对不能滑倒。最近我们有一个同事，他的爸爸已经将近90岁，应该90岁了。然后说他每天上班都把爸爸带过来，让爸爸在那边滑。爸爸没有起来，我说为什么？他爸爸洗澡滑倒。我说洗澡怎么会滑倒？你不是有人顾着，他没办法，突然浴室很滑倒了。老人家滑倒很可怕为什么？你不往复原，所以他在请外劳看护，就躺在床上。各位要小心，绝对不能滑倒。有一个2个都80几岁的老夫人、老先生，2个住在一起，儿女已经自己有组一个家庭，结果他太太滑倒，他太太滑倒了以后，哇！他儿女们都很担心，他爸爸说没关系，我身体还很硬的，我可以照顾你妈妈。那滑倒，医生只是说反正不能动弹嘛。如果他要上厕所怎么样因为他们都有包纸尿布万一要喝水什么没关系，我可以来处理。有一天，他们晚上，他们子女大家讲好，大家回家，看到爸爸妈妈睡着，他们就偷开，因为他们都有钥匙，开进去之后，看到爸爸妈妈2个人握着手，绑着一条绳子。睡着了，那个绑着绳子睡着了，他们在旁边看，等一阵子以后，爸爸已经睁开来，你们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回来看你们，你们为什么2手绑着绳子？他说你妈妈不能动，我们怕你妈妈半夜如果要起来喝个水、上厕所，大概没有那个问题啦。我怕你妈妈半夜如果醒过来，没有人跟她倒水，所以我就绑一个绳子，万一最起码她手还会动，身体不能动，手会动。如果她手动的时候，我才会醒过来。什么叫合而为一？合而为一是彼此相爱。什么叫彼此相爱？永远心中有着为对方而想。你不能动，我来帮你。每个人真的在我们心中一定要发现到，我们每个人在心中真的要体会到合而为一的心，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下次我们再继续讲下去。我们要来接着唱一首歌，这首歌因为我们一直觉得说，在我心中昨天晚上我感触最深，所以，应该欧长老就很清楚，我整个歌词从今晚上。昨天打的3点多打，先给你们看一下，你们看不太清楚，知道旋律就好。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旋律，比较清楚的旋律。我们每个人在神里要合而为一，不是口号，分别为圣，不是口号，那是一个事实。来，我们坐着一起来唱一次台语来。万事良事温柔温柔，平平来上万有。万事良事温柔。好像来，我的名字。
竭力，在圣灵的指导下，我们合一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也主耶稣基督相连接在一起。耶稣，您跟圣父阿爸父神相连在一起，我们跟三位神圣父、圣子、圣灵，我们相连在一起。我们有合而为一的心，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的爱是用行动表示我们的爱，我们的爱是出于我们内心在主面前所赐的爱。求主你保守、眷顾着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谢谢。就是请大家准备心来奉献，来回应上帝。咱来吟诗信诗第389首，吟诗后请蔡长老来祝祷。让他赶快完全的康复，也照顾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家庭中都有亲友，很多的亲友在为病魔而折磨，主身心灵的创伤，主你保守照顾，让他们每个人的心跟我们都合而为一。我们为他们虔诚的祷告，让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给我们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最后说叫恰当。天父上帝稳定，圣洁交通，今日每一人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不衰。阿门。阿门。
请准备心。过来看消息的报告，我重点来参考。今日礼拜煞以后要举行1、2月庆生会要请蔡长老为着咱的祝星来祝祷。第3点本日服务团客伫12点40分要邀请本会欧润祥弟兄来分享，伊要分享的题目是身体的健康密码遗传加疾病欢迎大家会使老婆来参加。第5点是后礼拜厝的煞咱咧把这个圣诞的布制品拢收回去仓库请大家会使准备衣服来做这些工作。过来，小等下小组要讨论要大岛的机体交通甲大岛的事项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姊甲照顾的亲人来大岛为着两家赵龙英规家阁有丽香姐黄子杰阁有因哥哥哥是陈荣义弟兄来小等下小组时来大岛。即时咱要来今日有两个新来是欧瑞敏甲陈淑英夫妇因是郑长老娘的弟弟甲弟媳。小等会使老婆来交流即时咱要做小组的分享进行咱要请泽博，今天有吗？今天没有咱小等下小组分享的进度是立墨记第5章14、10到11句。立位记。好，即时咱来举行庆生会。咱今日要决定咱2个月庆生会这2个月因为咱一直拢调调，即摆咱要伫单月第1拜第2拜咱就要庆生会，庆生做头前摆拢我已经生日过了，开始庆生因为咱前礼拜已经过啊，所以这礼拜咱要为着1月份加2月份，请你到后天来，好无？请你到后天来，我1月生日2月生日的佩如你也要生日来到了，老弟兄弟，老弟来你的生日你都老几岁啊？你老几岁啊？来。你也是陈长老娘。你的第几年？你的生日啦？1月几位？陈个弟，就还是单六年。你是就是这上中来。咱像第2遍的时阵，请你。到最后去单咱家己拍断的，互你当伙收回。虽然身体健康，无法度再受宗教必须的各种食饱米你有拍断的记得来，祝你生日快乐！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咱都是我的心，祝你生日快乐，可以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我可以唱啊，你们为什么不唱的来？祝你生日快乐。
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啊？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赏赐他们每一天的日子都得到主你的恩典跟慈爱。这2个月，1月、2月是他们你所创造的日子，他们每一次出生的年月日都有主你的恩典跟他们同在。求你照顾他们以后所走的每一个脚步，都充满着主你的膏油浇滴在他们的头上。也许他们这辈子所遇到的困难险阻，请他们记住，主你都在他们背后做他们的支撑。你是因的交通，你是因的帮助，你是因的瓦克，你是最大的力量。祝福你帮助看顾伊，互伊所经过每一个日子，拢有上帝在三角地底。祝你出世一个日，创造一个年，互伊当计算你的脚步，让他们计算他们每一个人的脚步，所走的每个脚步，安安稳稳在主你的面前。我们都要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来，摆手，摆手，摆手，哎，终于超过50岁，对不对？好，谢谢大家，来，哎，蛋糕伺候您啊，伺候您，伺候您。今年开始哦，用蛋糕啊吼咱蛋糕秀在小组的时阵，会使大家来分享。蛋糕是我们世军特别去 Costco 买的我本来以为说那个去 Costco 很远结果他们告诉我说不要烦恼，世军去 Costco 像假糟蹋。避讳莫闹。